長你好，今日見到咁多間救世軍小學嘅同學仔一齊比賽，你依家嘅心情係點樣嘅呢？同學你好啊！咁今日係2月6號啦，我哋救世軍有6間嘅小學同埋特殊學校咧一齊舉辦過聯校運動會啦。我哋都覺得好開心嚇，有好多小朋友有機會可以互相切磋啦，同埋喺運動競技場上入邊咧，大家互相學習，去係發揮一個體育精神。咁亦都感受到我哋嘅師生咧喺個過程入邊都係好享受呢一個活動咯。咁喺今日嘅運動會中，除咗爭取獎牌，你仲希望有咩可以讓同學仔學識到呢？咁咧獎牌都係其次啊，最重要就係享受個過程，同埋喺過程入邊咧去感受到嗰個人嘅目標啊，點樣朝向目標咧去不斷去求進。咁亦都可以同運動員一齊講翻咧，就係喺運動場上邊，無論攞咩成績都好咧，大家都有積極參與嚇過程入邊，或者之前嗰個訓練入邊咧，都培養咗嗰種嘅堅毅啦，同埋一個奮鬥精神。最重要就係喺個過程入邊學識到自己有啲咩強項同埋弱項，可以從而咧係不斷係求進學習。希望嚟緊呢個成績咧會比今日更加好啦。最後，你可唔可以講一句打氣嘅話俾我哋正在比賽嘅同學仔啊？好，林拔中嘅同學，我哋一齊講林拔中，大家努力必勝。我訓練咗我練咗好多次嘅60米啦。我每個星期6日都自己出去青衣運動場跟其他教練訓練，同埋星期1至5都朝早都有返學校訓練早操。每日都會喺學校練習，同埋會同隊友不斷去重複同埋練習每一個動作。我每個禮拜嘅星期2同星期4都會訓練2個鐘，去為呢個比賽做好滿分嘅準備。我而家比賽前嘅心情好緊張，又緊張又開心，因為今年係我最後一年嘅聯校運動會。我覺得好緊張，因為我好驚自己攞唔到獎，同埋可能會有時會有啲失誤。好緊張，因為就嚟係我100米嘅初賽開始啦。我好緊張，因為我係第一次比賽擲壘球。我都好緊張，因為都見到好多其他學校掟得好遠就好高。我覺得好開心，因為我頭先掉咧都好似係第2名咯。我覺得好開心啊，因為我從來未喺聯校運動會上面攞過獎咯。好開心，因為喺我第一次跑200米攞第1名，最想多謝第一係梁 Sir 先啦，因為佢都係一直教我好多唔同嘅技巧，我先拎到冠軍。仲有我要多謝取 Sir， 因為取 Sir 成日都會佢話俾我聽唔同嘅姿勢可以點樣跑得比較快，同埋佢成日都會喺早操嘅時候鼓勵我跑再快啲。好開心，點解嘅？因為我練咗好多次，我今次終於攞到獎啦！我最想多謝取 Sir， 點解嘅？因為佢喺2年班嘅時候發掘咗我出嚟，之後鼓勵到我依家。好開心啦，因為
我100米練咗咁耐，終於攞咗第一。我最想多謝係梁 Sir 同埋取 Sir 佢哋不斷嘅支持同埋鞭策，令我喺聯校運動會攞到100米第一。我覺得今次嘅比賽比較刺激咯，因為其他學校都好勁，特別係田家炳學校俾我哋嘅壓迫感好大。我覺得好緊張，因為啱啱跑嗰陣時咧，我隻腳都喺度震，跟住咧跑完之後，覺得好放鬆。我最想多謝我嘅家人，因為佢喺無條件咁幫助我同埋支持我咯。我最想多謝取 Sir 同埋梁 Sir， 因為佢教我哋接力同埋教咗我哋好多姿勢，學咗好多嘢。我最想多謝我嘅對手，因為我同佢哋拜嘅時候咧，佢哋冇拒絕，然後喺度笑我。呢一個笑咧，呢個笑聲令我充滿咗活力去比賽。還可以啊，因為我為呢個比賽準備咗好耐，都攞到個銀獎。我就覺得有啲失望嘅，因為我一交二嗰陣時有少少失誤，令到成個接力嘅速度慢咗。我覺得有啲失望嘅，因為我起跑有啲慢水撞咗，所以變成第2咯。多謝我嘅教練們。點解嘅？因為佢哋訓練咗同埋鼓勵咗我好多。咁你咧？我最想多謝梁 Sir、李 Sir 同埋取 Sir， 因為咧佢哋一直喺度訓練我，令到我可以跑得咁快。我都多謝取 Sir 同埋李 Sir 同埋梁 Sir， 因為每次都係佢哋喺度關心我，同埋喺度訓練下咯。我而家嘅心情就好興奮，因為唔知道一陣嘅成績會點樣，希望可以攞到第一。我哋依家嘅心情就係好緊張，因為今年係我哋最後一年嘅聯校，我哋都想攞翻一個第一，爭取榮耀。我而家好緊張，因為就嚟要比賽，我哋希望今次嘅接力可以攞到冠軍。我而家好緊張，因為我驚攞唔到獎。今年係最後一年，希望可以贏。我好興奮，因為我哋參加咗3、4年嘅聯校4乘100接力，我哋今次係我哋小學生涯最後一次嘅接力，但係都俾我哋攞到女甲4乘100嘅冠軍，仲打敗埋呢幾年最難打敗嘅田家炳。咁當然好開心啦，因為喺最後一年嘅聯校接力都可以攞到冠軍，呢個都係我哋一個非常難忘嘅經歷。我覺得好興奮，因為喺見到連月橋衝線嗰一刻，我明白咗我哋攞到第1名。最想多謝嘅就係取 Sir 同梁 Sir 佢哋不斷嘅支持同埋鼓勵，仲有我哋接力嗰3個隊友，佢哋呢幾年都好努力去比賽去訓練，我哋先有今次嘅成就。咁當然要多謝3位教練啦，梁 Sir 同埋李 Sir 仲有取 Sir， 咁佢哋都喺每一次嘅練習不斷咁樣去提醒我有邊啲姿勢做得唔好，或者佢話俾我聽有咩姿勢可以再做得好啲，就會跑得快啲。咁我都好多謝佢哋3位教咗我咁多知識。我最想多謝3位教我嘅阿 Sir， 因為佢令到我哋攞咗冠軍，教得好好。